咁你會問，喂，而家仲值唔值得投資啊？我會話咧，其實咧主要支持位咧，而家係喺50蚊度，咁啊有機會咧可能會再落翻50蚊，再彈翻上嚟嘅。咁但係隨住咧內地嘅股市啊，或者咧樓市開始企穩咧，相信咧入平保咧係值得投資嘅。咁當然啦，用翻我哋最常用嘅伎倆啦，分段吸納啦，咁你可以而家買得住。咁啊，如果真係跟大市回調嘅話，再調到去50蚊嘅時候，你可能再加注。咁所以咧唔好大注買，咁啊慢慢等對機會。本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並非投資建議。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投資一定有風險，盈虧請自行承擔。詳細免責聲明，請參閱資訊欄。TNL 幫你提升市場機會。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今日咧我會同大家講一隻巨無霸。咁啊，平時大家可能覺得喂長和好似有萬幾兩萬億嘅資產，已經好巴閉喎。但係我會話俾你知，今日咧我哋講嘅一隻股票咧係管理緊13.9億人民幣嘅資產啊，即係等於兩個或者兩個多啲嘅香港啊，一個台灣咁大嘅 GDP 啊。冇錯，呢隻就係中國國企裏邊嘅巨無霸中國平安。咁啊，最近平安嘅業績都出咗啦，平平穩穩，滾動嘅盈利都有1,500億，滾動市盈率係7.73。咁啊，低市盈率咧不嬲都係平安嘅特性嚟㗎啦。如果你純粹睇盈利同埋市盈率，佢絕對係抵買嘅。問題係未來佢仲可唔可以保持到呢個盈利咧？而佢而家賺到嘅盈利又會唔會有增長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逐一同大家拆解佢究竟點樣賺錢。咁保險公司咧，其實咧得天獨厚有優勢咧，就係佢可以攞到啲冇成本嘅資金啊。因為咧每個人咧其實交完保費之後咧，咁保險公司咧只要留低一部分嘅賠償準備金咧，咁其實咧剩翻嗰啲錢咧，佢就可以攞嚟投資咧收息㗎啦。咁所衍生出嚟嘅利潤咧，有可能會分翻俾啲保險嘅持有人啦。咁當然啦，保險公司負責管呢份錢，咁佢就係分咗俾自己先啦。如果賺嘅話，咁剩嘅咪分翻俾啲保險持有人咯。咁啊近年因為興起儲蓄保險啊，亦都有啲投資相應嘅保險啦，咁都係呢個模式㗎啦。保險公司賺咗先，咁再分派翻俾呢啲保險投資者。咁呢啲嘅保險合約咧，其實咧咁多年嚟咧，平安咧滾存咗5.3萬億嘅資金啊，呢啲錢咧逐點去收息咧，都已經係好大筆嘅無本生利啊。其次咧就係平安銀行啊，喺中國平安旗下咧就有平安銀行。咁平安銀行咧其實咧已經有好多咧存款可以咧積存咗咧攞嚟賺息差㗎啦。咁啊平安銀行啦，因為一間好大嘅企業啦，佢有3.5萬億嘅人民幣啊。咁呢3.5萬億嘅人民幣咧，佢替個貸款咧借翻出去咧，亦都係一筆好大嘅利潤嚟㗎。上年平安就靠呢樣嘢咧賺咗400幾億啊！咁正正咧係中國平安咧過往啦有咁多呢啲嘅貸款借咗出去啦，亦都咧買咗好多嘅債券啦、定息嘅產品。咁咧好多人咧就擔心咧中國平安咧會唔會隨住中國嘅經濟變差咧而有好多嘅外壞帳啊、投資失利啊咁樣。咁咧呢啲咁嘅擔心咧其實有不無道理嘅。但係最近咧我哋會發覺咧中國嘅經濟咧好似有轉好嘅跡象喎。咁啊房地產開始企穩啦，樓市咧開始有大成交啦。咁啊，樓價亦都可能會喺1、2線城市已經率先企穩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可能平安咧嘅估值咧會進一步提升啊。如果市場咧冇咗呢一方面嘅擔心咧，相信咧股價咧可能會再企翻高少少啊。咁頭先都講啦，其實中國平安咧有接近咧1萬億嘅投資咧係投資喺股票啊。咁啊，隨住 A 股股票上旺啦，而港股亦都係一路咁樣10級以上啦。加上咧佢有好多咧重倉嘅股票咧表現都好理想，譬如佢重倉嘅匯豐啦。直情係升咗幾個開啊！咁所以咧，未來咧應該可以隨住呢樣嘢咧，進一步咧增加咗大市對佢嘅信心啊！咁另外咧，其實咧平安嘅管理層咧喺近年咧都鋭意咧優化佢個銷售團隊嘅，咁啊曾經大刀闊斧啦，炒咗啲唔係好生產嘅營業員啦，咁啊令到咧過往呢幾年咧個銷售咧都係唔係好理想嘅。喺優化咗呢啲梯隊之後咧，重整呢個企業形象之後咧，其實咧近年咧營業員嘅銷售額咧都逐步提升啊，證明咧佢喺呢個改革裏邊咧真係得到一個好顯著嘅效果。咁上年咧經過壽險或者咧健康險嘅盈利咧已經有1,000幾億㗎啦，加上佢用咗好多 AI 啊或者咧資訊科技嘅嘢咧擺咗落去嘅業務營運啦，咁所以咧過往咧嗰個賠付咧係方便咗嘅，咁啊大家對平安嘅信心咧都提升咗，咁咧續保率咧係有成99%。換言之咧，流傳喺佢個資金池嘅錢咧，每年會逐步咁因為呢樣嘢而增長啊！呢個咧對於間保險公司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另外咧，透過平安好醫生啊或者其他咧線上 App 嘅服務咧，其實咧平安咧亦都經營咗好多平安嘅醫療服務啊。咁咧投保咗呢個醫療健康險嘅人咧，其實咧就可以咧透過佢呢啲嘅平安好醫生啊或者其他嘅業務咧，直接 claim 佢嘅保費。咁咧騙保嘅情況咧，亦都因為佢呢啲資訊科技嘢咧而減少咗好多。總之你嚟我度買保險，醫我話幫你醫，我自己係 claim 翻自己份保險，咁啊賺晒所有錢啦。咁喺保險業界咧有個指標咧好重要嘅，就係新增保單啊。咁平保咧喺上年咧新增保單額咧有369億啊。呢啲錢咧新增咗之後咧，每年就會有呢個咁樣嘅新增額咧，每年會收到呢個咁樣嘅保費供款噶啦。咁變咗咧，其實係利搭利噶。今年係再加369億，下年係再加多369億。如果每年都有增長嘅話咧，其實咧每年呢啲新生意咧會令到佢咧喺短期內咧幾年咧又會多幾千億噶啦。有乜嘢好得過人哋俾錢你投資，你自己賺埋一份啊？仲要係買啲低風險嘅債券啊，或者國家債券啊、城投債啊，支持國家發展之餘，仲有息收。咁你會問我點解佢會冇競爭對手？外國嘅保險公司點解唔會同佢分一杯羹嘅？冇他嘅，
因為國家唔俾啊嘛，國家就係認證咗呢啲咁樣嘅大型保險公司去穩定佢嘅金融秩序啊嘛。說到底，平安都係一個當需要出嚟托市嘅時候嘅國家隊嚟嘅，將呢10幾萬億擺喺平安，絕對係信得過，亦都穩健啦。咁我哋睇翻平安張圖啦，平保啦，隨住2022至23年啦，國家嘅經濟咧開始走下坡啦，內房亦都出現咗危機啦。咁喺呢啲資產動盪嘅時局嘅時候咧，內險咧一定係俾人執得最犀利噶啦，因為佢哋重資產啊嘛。咁所以咧，佢嘅股價咧其實咧曾經跌到落去30蚊啊。咁好彩啦，經過一段嘅起伏之後咧，喺2024年開始見底啊，咁啊最多咧上翻去80蚊，升咗倍幾有餘噶啦。咁你會問，喂，而家仲值唔值得投資啊？我會話咧，其實咧主要支持位咧，而家係喺50蚊度，咁啊有機會咧可能會再落翻50蚊，再彈翻上嚟嘅。咁但係隨住咧內地嘅股市啊，或者咧樓市開始企穩咧，相信咧而家平保咧係值得投資。咁當然啦，用翻我哋最常用嘅伎倆啦，分段吸納啦。咁你可以而家買住，咁啊如果真係跟大市回調嘅話，再調到去50蚊嘅時候，你可能再加住。咁所以咧唔好大住買，咁啊慢慢等對機會。咁平保而家咧大約係等於0.95 PB 啦。咁如果喺保險業嚟講咧，其實咧除咗睇佢淨資產之外咧，啲人咧會睇埋佢嘅 EV 值嘅。EV 咧就係淨資產之餘咧，再加埋佢嘅盈利能力嘅一個估值嚟嘅。如果計佢嘅 EV 值咧，其實咧平保已經係值83.7蚊噶啦。咁如果83.7蚊人民幣嘅話咧，已經接近95蚊港紙啊！95蚊咧，其實離開而家嘅60蚊水位咧，已經有60% 嘅潛在升幅噶啦。咁啊，如果我哋考慮到咧，如果平保咧係以過往咧可以去到1.3倍或者2倍嘅 PEV 嘅話咧，再加上咧管理嘅資產咧再提升嘅話咧，呢啲息差嘅業務咧帶來嘅收入同埋盈利咧，相信咧平保咧可以破翻過往嘅高位咧，去到82蚊嘅。但係期望歸期望啦，可能呢樣嘢咧要去到長線投資3-4年後先可以見到啊。咁當然啦，大市如果癲起上嚟，一陣就到啦。所以咧，如果想有更加多倍數嘅升幅咧，我覺得咧大家可以分段吸納，平啲又再買啲，而家買少少先。畢竟呢隻都係超級巨無霸，成萬億市值啊，咁所以咧都算穩穩陣陣嘅。你又對平保有啲咩睇法？歡迎你留言同我哋討論下。